Y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又再翻到嚟導遊哥哥嘅頻道啊！琴晚咧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啊，講聲唔好意思先啊，因為琴日真係太攰啦。今日呢一集啦，我想同大家去講一個我好耐之前就想講嘅 topic 啦。亦都可以從呢個 topic 裏邊啦，大家可以了解到近呢幾年大陸嘅經濟狀況啦。各位，今日我哋講一個幾敏感但又幾現實嘅話題：插邊經濟。乜嘢叫插邊經濟？簡單講就係以前做生意靠技術，而家做生意靠氣氛。以前你去桌球廳係打波，而家去開球廳，有時候你會懷疑自己究竟係嚟打波定係嚟參加一個大型社交活動。以前問你識唔識打，而家問有冇靚女助教。以前最重要係球綱，而家最重要可能係助教個外在條件。呢個就係今日我哋要講嘅問題。點解以前好地地一個行業，慢慢開始要靠擦邊先可以生存？而更加值得問嘅係，究竟係啲人變鹹濕咗，定係個經濟環境逼到啲行業要變？先講最近杭州嗰單事，一間桌球廳有女助教俾男客人拍咗一下臀部。之後索償5000蚊，個客話5000，我冇咁多，於是減價，咁2000啦。個客仲係話唔得，於是件事就報警，警方最後介入，男客人被行政拘留。網民即刻分兩派，一派話動手就係動手，性騷擾就係性騷擾，另一派就話等等先，呢單係咪仙人跳？因為兩個人之前嘅微信記錄非常曖昧。個男客人之前仲講過下次打你個劈劈，而女助教冇明確拒絕，仲回咗個表情包。於是個男客人覺得咁咪即係密佢咯，但係警方就唔係咁睇。所以我覺得呢件事最有趣嘅地方唔係究竟邊個講大話，而係點解而家間桌球廳會變成一個咁曖昧嘅消費場景。你如果淨係睇呢一單新聞，好容易變成男人好色或者女人設局。但如果你將件事放反入成個核球行業嘅發展入面，你會發現事情冇咁簡單。桌球呢個行業其實曾經好旺，大概2010年前後，全國球房數量曾經非常龐大，但之後10年大量球房執笠，桌球人口亦由高峰跌落。即係話個行業本身已經冇乜好做，做生意最怕乜？唔係冇客，係有場、有設備、有人工、有租金，但係冇人嚟，咁點算？總要方法救條命。於是大約2020年前後，一種新玩法慢慢出現，就係助教。但係呢種助教同以前嗰種助教已經唔完全一樣。以前助教係師兄，你個姿勢唔啱，手要放低啲，出桿唔好咁急。而新式助教可能更加着重哥哥今日想打邊個台，哥哥今日心情好唔好？輸咗唔緊要，我陪你再打一局。你睇，以前係教你點打波，而家係陪你打波。呢兩個打已經係兩個世界。於是好多球房開始玩一套新模式，助教通常係年輕女仔，衣住更加吸睛，社交平台更加活躍，拍短片、影相、放定位，甚至將助教嘅相片暱清相中情況，直接展示喺門口。有啲仲整埋燈牌，搞到我有時諗，你究竟係入桌球廳定係入夜場人？而呢套模式真係有效，因為球房本身冇變，球台冇變，球桿冇變，客球都冇變，唯一變咗嘅係消費者覺得自己唔再係一個人打波，佢買嘅唔止係一張台，佢買嘅係陪伴，係聊天，係被關注，係有人同你講哥哥你打得好叻呀。呢句説話有幾貴？對一個平時返工俾老闆鬧，返屋企俾老婆鬧，開手機俾銀行鬧嘅男人嚟講，可能值成1000蚊。所以有啲頭部助教
收入可以去到一個相當高嘅水平。有啲球房仲會加埋包廂、飲酒、唱歌等等服務，消費一晚過千蚊，亦唔係完全罕見。問題係，當一個行業開始依賴曖昧感吸客，界線自然就會越嚟越模糊。你話係正常服務，係；你話完全冇曖昧，又未必。最麻煩就係法律睇行為，消費者睇氣氛，而氣氛呢樣嘢最難量度。舊年江蘇宿陽亦曾經出現過相關爭議，網上流傳一段涉及桌球助教嘅不雅影片，事件引起關注，之後相關部門介入調查。呢啲事件其實反映一樣嘢，當陪玩、陪打、陪聊變成商品，而商家又刻意營造曖昧氣氛，最後就一定會有人將呢條界線踩過去。問題係界線究竟喺邊？你講服務，客人理解成親密；你講情緒價值，客人理解成私人關係；你講營造氣氛，客人就可能理解成咁我俾咗錢係咪乜都可以？當呢個邏輯出現，麻煩就開始。而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呢種模式根本唔只係墮球廳。你睇下而家個市場，桌遊有陪玩，劇本殺有陪玩，咖啡店有女僕，按摩行業強調高顏值技師，社交平台有城市地陪，露營有搭子，甚至有人提供一對一陪伴、陪聊天、陪散步、哄睡。你會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以前服務行業最重要係我識做乜，而家有啲新興服務最重要變成我令你感覺點。呢個轉變其實好值得研究，因為當經濟環境好嘅時候，人哋願意為專業買單。你識修電腦就俾錢你修，你識設計就俾錢你設計，你識煮嘢就俾錢你煮。但當市場越嚟越捲，專業本身開始唔值錢，你有學歷，對唔住，大把人有；你有碩士，都係大把人有；你有經驗，公司話你有經驗，其他人都有，最後變成你仲有咩可以賣？呢個時候，性資本就開始浮上水面。呢個概念其實唔係我亂講，英國社會學家 Catherine Hakim 曾經提出性資本概念。簡單講，性資本唔係叫你去賣身，而係將一個人嘅外貌、魅力、氣質、社交能力、吸引力等等視為一種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嘅資源。即係你未必需要直接出售身體，但你可以出售你令人舒服嘅感覺、你嘅外貌、你嘅身材、你嘅笑容、你嘅親和力、你同人保持曖昧距離嘅能力，甚至係另一個孤獨嘅人覺得自己有人陪，呢啲全部都可以變成商品。所以我哋再睇返而家啲年輕人，以前上一代人會同你講讀好書、份穩定工，再努力啲買樓，再努力啲升職。問題係而家呢條路唔係完全冇咗，但係窄咗好多。年輕人返工幾年，人工加幅可能追唔上生活成本，樓價又唔係話儲幾年錢就買得到，學歷亦開始通脹。以前大學生已經叫高學歷，而家碩士畢業都可能要重新諗我可以做乜。所以當你冇背景、冇人脈、冇家底，又想快速錢，有啲人就會發現原來我最大嘅資產唔係張畢業證書，係我自己。呢個就係最現實嘅地方。你要靠學歷變現，要讀好多年，你要靠專業資格，要考試，你要靠人脈，要慢慢建立，你要靠資本。首先你要有資本，但係外貌呢，有啲人一出世就有身材呢，可以經營，社交能力呢，可以包裝。社交平台更加將呢啲嘢放大，一條短片、一張相、一個定位、一個令人有幻想嘅標題，可能就已經有人留言求地址。呢個就係平台經濟最厲害嘅地方，佢唔一定要求你真係提供咩，只要你令人想像。所以我成日覺得
擦邊最恐怖嘅地方唔係有人擦，而係擦邊開始變成一種商業模式。以前你識唔識打速球？而家你個助教幾點上班？以前劇本殺幾錢？而家有冇陪玩？以前按摩技術點？而家技師幾靚？以前露營有咩景？而家有冇靚女搭子？你會慢慢發現，商品本身退到後台，人開始走到前台。日本其實早就行過呢條路，泡沫經濟爆破之後，日本長期低增長，正式職場越嚟越固化，年輕人收入停滯，於是就發展出大量陪伴型消費，出租戀人陪你食飯，陪你散步，陪你傾偈，陪你解壓，陪你度過一個孤獨晚上。你可能會覺得咁都可以收錢，但換個角度諗，如果一個人日日返工10個鐘，返到屋企冇人講嘢，朋友又各有各忙，社交圈越嚟越細，佢願意俾錢買2個鐘，有人聽佢講嘢，其實佢買嘅唔係戀愛，佢買嘅係一種暫時唔孤獨嘅感覺。而呢個亦係我覺得擦邊經濟最值得討論嘅地方。我哋好容易將所有事情道德化，見到靚女助教，哎呀擦邊；見到男客人，哎呀鹹濕；見到商家，哎呀博流量。但係如果你只係咁樣睇，就睇唔到背後真正嘅問題，因為呢個市場入面每一個人其實都有自己嘅需要。年輕人，我要錢；消費者，我要陪伴；商家，我要生存；平台，我要流量。於是4個人一拍即合，結果就形成咗擦邊經濟。所以返去杭州嗰單事件，究竟係仙人跳，究竟係性騷擾，究竟係助教默許，究竟係客人誤會？法律上當然要按證據同法律處理，但從社會角度睇，我反而覺得我哋唔應該只係將2個人拉出嚟鬧，因為佢哋只係一個更大經濟環境入面嘅2個角色。一個人用曖昧感賺錢，另一個人用錢買曖昧感。商家從中抽傭，平台再從流量抽一次，最後大家一齊話點解社會變成咁？咁我想問，究竟係邊個將呢個市場養大？更加值得諷刺嘅係，我哋一方面話年輕人唔肯捱，另一方面又話點解佢哋唔靠自己能力計錢？但當一個年輕人真係努力讀書、努力工作，最後發現人工唔高、升職冇位、買樓遙不可及、創業成本又高，佢見到另一個人拍幾條片、影幾張相、做下直播、陪客人，一個月收入可能比自己返足30日工仲高。你叫佢點諗？佢自然會問：咁我點解仲要咁辛苦？呢個先係真正值得社會面對嘅問題。所以我唔係話擦邊係好，亦唔係話擦邊一定係壞。真正要問嘅係點解擦邊會成為咁多人眼中嘅快捷變現方式？因為當一個社會入面知識唔值錢，技術回報低，正常工作難以改善生活，向上流動越嚟越困難，而外貌、流量、曖昧、情緒價值反而可以快速變現，你就唔可以淨係鬧呢班人冇底線，因為市場從來都會向有錢賺嘅地方流。而最值得警惕嘅唔係今日有幾多女仔做助教，而係有日一個年輕人開始覺得我除咗外貌之外冇其他資產，一個男人開始覺得我除咗花錢買陪伴之外冇其他地方可以得到情緒價值，一間公司開始覺得我唔搞擦邊就吸唔到客。如果呢3件事同時發生，咁就唔係個別行業嘅問題，而係整個經濟結構出現問題。最後我想講一句，其實我最希望見到嘅畫面好簡單，有一日你行入桌球廳，唔需要睇門口助教張相，唔需要睇邊個最靚，唔需要睇今晚有冇人陪，你坐低攞起球桿，拍白波撞紅波，紅波入袋，你身邊嘅朋友話：哇靚波！你話梗係啦，我練咗10年
嗰一刻你賣嘅係技術，而唔係顏值，唔係曖昧，唔係幻想，唔係情緒。我覺得一個健康嘅社會應該俾人有更多選擇。你可以靠養錢，可以靠流量考錢，但更加應該可以靠知識、靠手藝、靠專業、靠努力，堂堂正正減到一份有尊嚴嘅收入。當正常嘅路重新行得通，當一個年輕人唔需要靠擦邊先可以翻身，當一間舅舅艇唔需要靠曖昧先可以養得住，到嗰陣時，桌球廳入面最吸引人嘅，應該重新係球桿撞球嗰一下拍，而唔係其他聲音，嗰先至係一個正常市場應有嘅聲音。